傳。中國的祖先似乎相信這個聖經故事。該故事顯示了8個人在挪亞方舟上。羊、我、乙。在中文中，正義的意思是羊在我身上。在整本聖經中，羔羊是為了達成正義而象徵犧牲的代表。在中國文化中，正義與羔羊的聯繫，顯示出他對猶太人、穆斯林和基督徒來說有着相同的根源。這顯示出中國的祖先崇敬聖經中的同一位上帝。基督教起源於東方，亞伯拉罕來自現今的伊拉克，而耶穌則生活在埃及和以色列。因此，基督教並非來自西方，而是屬於全人類的。我從來沒有上過學，我的父母在家教育我很快樂。我們來自志願者宣教大會，因為我們並不是由任何教會之父來傳講上帝的話語。其實，我們並沒有隸屬於任何基督教教會組織，我們因為過於獨立而被排除在外。我，丹尼爾，在瑞士完成工程學學位後，選擇不從事這個職業，而是決定在一個貧窮的國家做志願者。我們在洪都拉斯度過了2年，幫助孩子們定在一個村莊裏傳講上帝的話語。之後，我的母親懷上了我，從那時起，我們就在巴西做志願者，樂於用葡萄牙語向全世界傳道，並由人工智能進行翻譯。但你要知道，在我們在中美洲作為宣教士的這些年裏，即使我在無私地幫助窮人，我的心仍然有不好的傾向，誘惑不斷向我襲來。有時我會絆倒。我們確實生活在一個腐敗的世界中，並受到邪惡的影響。然而，我們相信有一個更好的地方，我們想要去。但我們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前進，我們需要內部的幫助，一種來自高處的幫助。這是讓我們得到啟示並達到最終真實的橋樑。為了實現這一點，我們需要呼喚能夠幫助我們的存在。凡是全心呼求他名的人都必得救。他的名字是耶穌基督。上帝父親如此愛這個世界，甚至賜下了他的獨生子耶穌基督，使得所有信靠他的人都能逃避最終的毀滅，並獲得永恆的生命。Porque Deus amou o mundo de tal maneira que deu seu Filho unigênito, para que todo aquele que nele crer não pereça, mas tenha a vida eterna. Tenha a vida eterna。但上帝是怎樣的呢？如果我們這些上帝的創造物是個人，有智慧和理性的存在，那麼上帝也必須是一個人，智慧且充滿愛的存在。如果他不是一個有個性、智慧、充滿愛的存在，那麼怎麼可能有非個性的東西，創造出個性的東西呢？你知道有哪個機械人能夠創造出真正的貓嗎？一件不智能的事物怎麼能產生出智能的東西？一個沒有愛的人怎麼能創造出充滿愛的東西？如果這隻小貓是壞的，它會找我們和咬我們，但它愛我們真是太好了。它通過舔我們、靠近我們和打呼來表達它的愛。但如果我有一個被編程為說我愛你，
囊內你的機器人呢？這會是同樣的事嗎？會有意義嗎？一開始這會很有趣，但我很快就會感到厭倦。這無法與一隻聰明的活生生的動物相比。你知道，上帝也沒有創造機器人，他創造了可以選擇愛或不愛的智慧生物。上帝對我們的愛如此深厚，以至於他希望我們自願地來敬拜他。他給我們自由意志，讓我們自由選擇是否要侍奉上帝。所有的生物，包括天使，都擁有自由意志。其中一位天使曾經決定質疑上帝，告訴其他天使，上帝的神聖法則對天使來說是多餘的。在上帝多次嘗試澄清之後，路西法和那些堅持自己觀點的天使們被驅逐出天國。上帝繼續賦予自由意志。當第一批人類被創造出來時，撒旦來到，並欺騙了夏娃，告訴他，如果他們吃了禁果，他們的眼睛將會被打開，並且明亮。他追求虛假的啟示，隨即他的丈夫亞當也吃了禁果。願對於中國的祖先來說，花園是一個被圍起來的地方，所有的一切都從這裡開始。這顯然是指伊甸園，一個上帝為這片土地上第一對夫妻準備的美麗地方。裡面有兩棵樹。在啟示或命令這個詞的基礎上，產生了禁止這個詞。因此，在中文中，禁止可以解釋為對樹木的命令。這呼應了創世紀的故事當中，亞當和夏娃這對第一對夫妻被禁止吃善惡知識樹的果子。你會看到，聖經並不是一本西方的書籍，而是顯示出明顯是中國祖先所共有的概念。重複一遍，撒旦透過蛇說，當你夏娃吃了那果子，你的眼睛就會打開，你們將會像上帝一樣，你們肯定不會死。因此，他們不幸地選擇了與路西法或撒旦，即魔鬼的替代政府結盟。從那時起，我們之間出現了諾爾和人類之間的困苦。但上帝的愛依然如此偉大，以至於他派遣他的兒子成為人類，並為我們而死。耶穌基督是看不見的上帝的形象，誰看見耶穌，誰就看見了父。耶穌基督生活和受苦了33年，並根據許多預言的指示而死。例如以賽亞書53章，他被壓迫和苦害，但他沒有張口，就像一隻被帶到屠宰場的羊一樣。他靜靜地忍受着為我們受苦，他在我們的地方受苦，因他的傷痕我們得醫治，他承擔了我們的惡業，背負了我們的罪，並在十字架上死去，讓我們能夠擁有生命。這是美好的消息，這被稱為稱義。我們可以在祈禱中將所有的焦慮交託給耶穌。此外，他將所有的好業力、功德、美德和公義轉移給我們，這被稱為淨化。對自己坦誠，承認你和我也都是不完美的，我們都有缺陷。什麼更有意義？你這個不完美的人能夠自己獲得救贖，還是由一位完美的上帝為你獲得救贖？心是欺騙的，比所有其他事物都更為欺騙，且極其腐敗。誰能認識他呢？上帝的話語如此說：人人都犯了罪，
虧脫了上帝的榮耀，我們無能為力。這要上面的介入。痛苦的解決方案是什麼？怎麼才是最有意義的？一位能夠照顧你的強大上帝。將你的安息寄託在他身上以獲得安慰，這樣做已經沒有意義了。與其這樣，不如試着去實現造成你痛苦的願望，這樣更有意義。當你可能是錯的時候，怎麼才是更有意義的呢？敬畏這位上帝，並尊崇他，讚美他的神聖名字。敬畏上帝，並將榮耀歸給他，因為他的審判時刻已經來臨。每一位在這個世界上生活過的人生都正在被審視，從那些已經去世的人開始，每個人只能死一次，然後要接受上帝的審判。智慧的所羅門在他的傳道書結尾說，所有所說的結論就是敬畏上帝並遵守他的誡命，因為這是每個人的責任。我們必須向上帝交代我們所做的一切，包括那些秘密中所做的，不論是善行還是惡行。我們這唯一的生靈將決定我們的永恆命運。上帝給我們憑多年和機會來決定我們是否想要追隨我們知道是正確的事情，或者我們是否會更愛、享受、追求他人的認可，並踐踏真理的原則。我們死後會面臨審判，只有兩個可能的結局，要麼是永恆的救贖，要麼是永恆的滅亡，而且無法從一邊過到另一邊，這樣無法回來探望這裡的活人。崇拜所謂的亡靈，其實是在崇拜邪惡的天使，這些天使模仿已故的人。撒旦、魔鬼以及他的邪惡天使這樣做是為了欺騙我們，讓我們認為現在可以隨便生活，然後在來世解決問題。這是一個悲哀的欺騙。所羅門受到啟發地說，活着的人知道他們會死，但死去的人什麼都不知道。我們也不能將任何信用、任何業力使用你的語言來說，或是功德轉移給死者。他們在地上的塵土中沉睡着，毫無意識，等待着審判。他們對一切都一無所知。生命以某種方式繼續存在的想法，即在死亡之後我們可以彌補這一生的過失。這個想法源於撒旦，這位偉大的欺騙者，旨在安撫和鼓勵人類隨意生活。我重申，這是一個悲哀的錯誤。值得我們崇拜的是創造者，所有人類，包括這個在內，都是受造物。不，我們應該敬拜那位創造了天空、大地、海洋和水源的上帝。他的律法是正潔、公正和美好的。對上帝和鄰人的愛的原則早已存在於天上，是永恆的。上帝給了我們10根手指，以提醒我們10條誡命，並顯示我們對上帝的責任。在第一塊石板上，以及對鄰人的愛，在第二塊石板上。順便提一下，第4條誡命提醒我們，上帝是創造者，而我們只是微不足道的受眾物。他說，要記住安息日，將其分別為聖，地要工作6天，做你所有的工，但第7天是你上帝的安息日。因為上帝在6天內創造了天地海和水的源頭。我們在安息日敬拜創造者，大多數基督徒守錯了日子。撒旦、魔鬼是上帝法律的敵人，並煽動羅馬主教將聖日轉移到星期日。這件事發生在第4世紀。
而皇帝君士坦丁甚至強迫羅馬帝國的居民遵守這個偽造的安息日的真正安息日的下一天。他利用了對猶太人的敵意，因此猶太人守的安息日被替換成了星期日，藉口是耶穌在這一天復活。魔鬼也影響了教宗，讓他簡單地刪除了第2條誡命，並對上帝的法律進行了其他修改。例如，他將1/10分成2部分，以保持10條誡命的美好數字。因此，羅馬開始在教理問答中教授扭曲的上帝法律版本，這個版本已經被腐化。但耶穌在多個文本中提到，他並不是來改變上帝的律法，甚至說基督徒應該祈禱，以免在安息日遭受迫害。這場迫害發生在耶穌基督復活多年之後。違反上帝的聖法，即原本的10誡，稱為罪。罪是違反、破壞上帝聖法的決定。上帝是忠信的，定不會讓我們面對超過我們能夠承受的試探或慾望。在雅各書第1章中，我們逐步看到什麼是罪。每個人都在被自己的感性所吸引和迷惑時受到誘惑，因此這種感性、激情或貪慾一旦懷孕，就會產生罪。罪惡一旦完成，就會產生死亡。換句話說，擁有慾望和誘惑並不是罪。但是如果我不是排斥這個思想，而是去撫慰和滋養它，那麼它就會變成罪。現在，上帝並不要求我們放棄任何有益的事物，在他所做的一切中，他都考慮到他兒女的福祉。如果所有不接受耶穌基督的人都能意識到，他所能提供的東西是他們自己所渴望的無法相比的更美好，那該多好呀！人類在思想和行動上違背上帝的意志時，會對自己造成最大的傷害和最嚴重的不公。在那位知道什麼是最好的，並希望他的創造物得到善良的人的禁止之路上，沒有真正的幸福。違反的道路只會導致悲慘和毀滅。但如果你想敬拜創造者，並對他忠誠，承認你需要從罪中被洗淨，你必須接受全身浸入水中的洗禮。耶穌基督說：誰信而受洗，必得救；但不信的，必被定罪。羅馬的腐敗體系說只需在額頭上滴幾滴水，但事實並非如此。在聖經中說，菲利普和埃提俄比亞人下到水裏去施洗，馬太說耶穌在受洗後從水裏出來。這段經文說我們在洗禮中被埋葬，有人不可能在幾滴水中被埋葬，因為洗禮意味着我們將會死去，埋葬我們的意志和邪惡的慾望，定為上帝而活。獲得一本用你語言的聖經，避免使用較現代的版本，因為他們會稀釋內容。但請尋找一個更忠實於接納文本的版本。此外，我們會在這個鏈接中放一本書，讓你可以靜下心來閱讀這些通往耶穌基督的步驟。理想的情況是，在這個基礎概念充分理解和消化之前，你不要繼續觀看這3部影片的其餘部分，否則可能會造成消化不良。請前往這個頁面並下載電子書。為了打開這個特殊的檔案，我們建議你在手機上安裝一個電子書閱讀器。最後，還是下載這個 PDF 吧。這本書會讓你睜開眼睛，將你從黑暗轉向光明，從撒旦的權勢轉向上帝。
贏得全世界又有什麼用，卻失去了自己的靈魂？或者人為了自己的靈魂能付出什麼呢？如果有一個惡魔在折磨你的生活，你可能會感覺到一陣寒風，總是需要穿着外套，感到寒冷。我現在想和你一起做一個釋放的祈禱，特別是在這種情況下，讓耶穌基督能夠把你從黑暗中解放出來，帶入光明。因此，我們一起跪下來與我們的上帝交談。主啊，聖潔的上帝和父親，天地的創造者，奉耶穌基督的名，我們想為這位感到受折磨、受到這些惡魔影響的人祈求和代求，求你在耶穌基督的名下賜予他們釋放，讓這個人相信並接受你的禮物，你所差遣的兒子。非常感謝你，上帝，因為你的憐憫和恩典，願你的國度來臨，並通過這本通往基督的步驟，引導人們走向救贖。我們奉耶穌基督的名禱告，阿門。接下來，在下一個視頻中，我將在15分鐘內介紹聖經的摘要，然後展示反基督的巴比倫系統如何扭曲了這麼多聖經真理。上帝正在聚集羅馬山坡的石頭，讓我們達到一個更好的現實，減少罪惡帶來的痛苦。願上帝照亮你理解的眼睛。